邓家哥哥，安那，你安尼就像一种动物的呢？动物？你莫讲生笑好无？有啥物动物比我较缘投啊？唔是缘投的问题，是动作的问题。动作？我拄则有做啥物动作？有啊，你就安尼一直拍婆啊，一直拍婆啊，海拔就是会安尼。海拔？安尼我是一只海拔，你伫遐嘛是一只海拔，咱就是两只海拔。无唔对，不过你敢知影海拔除了会晓拍婆啊，佮会晓做啥物动作？我甲你讲，海拔我专门考的啦，因为咱是两只海拔，所以咱这边拍扑克，这边拍扑克。我感觉我若是一只海拔，我一定会足熬收水的。熬收水，那呢？咱即马着捞收水，熬收水。收水你是熬收水，那呢？我要做一只目睭圆圆、上古水的海拔。哦，真正有够古锥的呢。你是上古锥的，我就是上爱食鱼仔的，食甲巴肚肥肥。所以咱是一只目睭圆圆，一只巴肚肥肥。啊，食饱呢，拄则咱讲食鱼仔，所以咱要来变鱼仔。咱这边收食，这边收食。这边的鱼仔全部拢互我食掉啊，有够饱的。食饱了，咱就来放轻松，咱来比海草哦，遐尼嫩，遐尼松，好不？咱来比赛哦，我看谁上松哦。准备开始，放松松，放松松。我感觉我即马愈来愈像一只海拔。你敢准备好，要甲阮做伙变海拔，入去大海的世界？准备好。那呢，咱做伙变海拔来跳两只海拔。两只海拔，高收水，高收水。一只目睭圆圆，一只巴肚肥肥，要食鱼，要食鱼。两只海拔，两只海拔，咬只鱼，咬只鱼。一只身躯红红，一只嘴就脏脏，要攀日。要攀